8月17號星期二晚上仍然有台妹精選，我係你哋節目主持，我叫彭磨呢。首先呢，節目之前呢，我有少少一啲興奮嘅事要分享下。話說就係呢，即係由今日開始，我相信呢，原來我哋節目即係台妹精選呢個節目真係有人聽噶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，即係除咗留言板上面啊，譬如 JJ 或者其他人呢，原來一直有留言俾我摸呢傻傻更更乜都唔知嘅情況之下，有一日發現咗之外呢，我亦都收到一啲各個唔同地方嘅，譬如打電話嚟啊，又或者即係打電話去公司啊，又或者係呢個 Facebook 上面呢，就有一啲嘅朋友同我講，原來佢哋有聽我做節目嘅。除此之外，有一個更加驚喜嘅事發生啊！熱愛華語歌嘅你哋啊，即係一啲嘅 fans 們啦，即係我覺得你哋好厲害噶，中意你哋偶像，支持佢哋，真係不遺餘力。因為咧好多唔同嘅情況之下，或者就算少少嘅窿路，都會去發掘一啲有關你哋偶像嘅資訊。咁我磨你呢一個咁無名啊，即係寂寂無名嘅小 DJ 咧，竟然都俾你發掘到，真係佩服佩服。話說點解咁講呢？就係因為咧喺呢個嘅Facebook 事件呢，有人即係上次咧就播過呢個嘅東城衛歌之後呢，有啲嘅會長啊或者個後援會應該咁講，個後援會呢就有一啲嘅留言話俾我聽，就話喂，佢哋今個禮拜五嚟香港演唱喎，你知唔知啊？亦都因為咁樣，我有機會同佢做訪問，你哋真係叻。如常地頭半個鐘都會播一啲。佢名字叫做何潤東，香港朋友可能只係記得佢有首歌叫《真心話》，啱啱聽過係我記得我愛過。知道咧禮拜五嘅時候佢會嚟到香港做一場嘅 live 嘅 show 俾一啲嘅東城衛嘅樂迷聽。信佢哋要求咧就中意聽呢首歌，亦都好想聽呢首歌，所以我冇呢決定送俾你哋。人情的房間，一個人放着相片，片段的畫面，聽歌在你的笑臉，寂寞在盤旋，發現你離我好遠，呼喚着你的想念，沒有你不會聽見，句點我們的分界線，邊緣我已無路可退，愛我剩不住那時間，來不及挽回。伸出美麗的世界，我還不能放棄這相愛的錯覺，在你離開那一天，斷了我們之間，思念在無聲連接，我無法向前，記憶兩人世界，只剩我一個人也我們的分界線，我已無路可退，剩不住那時間，